业务，要挖鳞片你就快点挖，何必故意折磨？我白手起家，身价100亿的总裁，居然穿成了一本限制级小说里的舔狗女配，放着5个颅顶不理，偏偏喜欢绿茶男邻居俩，最后被林爵和原书女主林欢欢合谋废掉修为，家破人亡。我怎么穿越到这儿了？监测到宿主已穿越，超级好感度系统激活。系统，快说说你有什么功能？总之就是，当颅顶对宿主的好感度达到10点时，宿主就能获得一次抽奖资格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以后要给5个颅顶当舔狗，获得他们好感？我告诉你，想都不要想。行吧，系统，火明对我的好感度是多少？好的，我来看看。检测出来了，火明对宿主的好感度为-60点。-60？这和杀父之仇有什么区别啊？快对火明多说几句好话，好让他把好感度涨上来。我改主意了。这鳞片你自己收着，从今往后不准林爵再从我这里拿走任何东西。你又想做什么？去，把其他4人都叫进来，我有事要宣布。你忍着点儿。你自己看，这是5个颅顶的好感度。真是做的一手好死，这好感度真是一个比一个富。慢慢来，只需要略微给一些甜头，对他们温柔一点，好感度一定能够转负为正。温柔是不可能的，死也不可能温柔。先宣布一件事，林爵那边，从今往后，我和他不再有任何干系。以前的账，我也会慢慢跟他清算。林爵的事先放在一边，看你们几个的修为，让我很是丢脸啊！我实在是不想这么说，但你们真的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届。颅顶，最差的一届，此话何解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的能力，你们的修为，都得要往上提一提。30天后我会进行第1次考核，进步快的人资源会进一步增加，进步慢的人资源可就要有所减少了。想要更多资源，想要向上晋升，那就都给我卷起来。有什么不懂的，现在可以提问，否则等月末考核 KPI 的时候，你们别哭着说月初的时候没听明白。业务，你要折磨人，不如就直接点，何必想这些花招？这一次我不跟你计较，再有下一次，扣你绩效。接下来谈一下双修的事情。什么？众所周知，双修能加快修炼速度，我有5个选择，而你们只有我1个选择。谁想跟我双修，说出优势。哼，我是一名炼丹师，将我的修为提升上来，我可以炼制丹药，帮助其他人提升。好，你备选。还有没有争取的？我也想争取。我受了伤，双修能加快恢复速度。你这算工伤，我有责任。第1次双修的机会，给火明。你争取下一次机会。那就期待主人的宠幸。这狗东西，嘴上挑逗，好感度-50一动不动。其他人都回房间，火明跟我来。
你的鳞片这些不重要，衣服脱了。不重要。是的，叶无每次为了灵诀，都会对我们这些不重要的炉鼎百般折磨。先涂上药粉。药粉？打一巴掌给个甜枣。他是忘了鳞片是谁亲手拔的。火明好感度减3，目前好感度-53。宿主，他可能希望你亲自帮他上药。算了，适当施恩也是管理下属的一种方式。这一次不跟他计较。这一次是我不对在先，我替你涂一次药。只要你好好修炼，这心口的鳞片很快长回来。好好修炼，炉鼎的修为永远无法超过主人。你现在只是金丹前期，我再努力也超不过。以前是我太蠢了，以后不会了。你可以试着相信我一次。你可是想好了，不怕林觉生气了？提那晦气玩意儿做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不是说要双修吗？双修左不过是赤诚相对，彼此交融。那是凡人交融的方法，我们合欢宗有独特的双修方式，召唤出你的神魂法相来。你不要摸！你是故意羞辱我的是吗？明明知道我的神魂还十分弱小，哪里经得起这样的触碰？这女人根本就没有想要跟我双修的打算。火明好感度减5。这男人也太小气了。他竟然是认认真真在跟我修行，这种感觉莫名令人有些沉迷。火明大仙好感度上升。火明，双修的话痛不痛？舒服吗？你怎么不说话？小胡，别问了，再问的话，火明要自燃了。主人，今晚轮到我双修吗？他们真的双修了，那我断掉的经脉是不是？过几天我会给你一个奖励。母亲给的9天玄参，还有3天才成熟。等修复清玄经脉后再双修，才是最快的提升速度。那清玄谢过主人，希望主人别忘记了。感激很到位，好感度却一动不动。清玄的狗和系统有的一拼。你真跟他双修，也不怕他转眼就后悔，拿你新长出来的鳞片去讨好灵诀？怕？若是一直只能这般弱小，那还不如死了。叶武，赶紧给我滚出来！好好的修行者，心甘情愿给人家当炉鼎，简直是废物中的废物。所以，你今日是来闹事的？哼，闹事？我是替灵觉师兄来拿东西的。识相的，赶紧让业务把火蛟鳞片献上来。你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让你刺他心脏的吗？你这枪法这么不准。属下知错。叶道友，我是白幽，灵觉的师弟。然后呢？大师兄这几日心绪波动极大，你上次做的事太过分了。只要你现在把火蛟鳞片献上去，拿出态度来，大师兄自然会原谅你的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哼，果然是装的。只要关乎大师兄想要的东西，他业务就不可能拒绝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是替你家不要脸的大师兄讨饭来了？叶道友，这话我就当没有听到过。你还是不要怄气了，赶快去求大师兄原谅你吧。这话，请你原原本本转达给林觉，告诉他，
讨饭就要有讨饭的态度，狗讨饭还知道摇尾巴，他连绝狗都不如。叶无，你竟敢骂大师兄是狗！哼，告诉他，把从我这里拿走的东西全部还回来，我和他从此两清。否则，见他一次我打他一次。另外，你方才在我的洞府口出狂言，辱骂我的人，现在跪下来，给他们道歉。哼。我哪句话说错了？哼，他们不就是最卑贱的炉鼎，要我道歉，绝不可能！哼。你干什么？你怎么敢？我可是林爵的师弟！道歉！我是……道歉！我道歉，我品行低劣，行为不端，我不该出言不逊，对不起。擅闯洞府，小惩大戒。把他扔到山脚下。是。这座山在阵法笼罩之内，若不是你们放行，白油根本进不来。清玄，是你把他放进来的。啊，抱歉，我以为主人以为我对林爵痴心难改，你故意放他进来试探我。我只给你一次犯错的机会，若有下次，你就不必再出现在我面前了。我知错了。系统，现在他们的好感度多少了？嘿，宿主，火明好感度-10，胡九龄好感度-15，清玄的好感度是-30。除了萧恒和莫叶，其他3人的好感度都有所上涨。哦，这就有效果了。看来恶人还得恶人磨。叶无逼我给鹿鼎道歉，还把我打晕扔下山。大师兄，我可是没有拿到一点好处。叶武这次当真是过分。你放心，我会让他那5个炉鼎在你面前跪上3天3夜。小师妹找我有事，你出去。小师妹已经和大师兄亲密的互换通讯牌了，那我岂不是没机会了？欢欢，怎么了？大师兄，我修炼出了岔子，现在好多灵力在我的经脉里乱窜。大师兄，我需要9天玄参来平复经脉。欢欢别怕，我一定会为你找来9天玄参。叶武那个蠢货手里就有1株，我亲自去拿。算算时间，9天玄参应该要生出枝叶了。主人，喊清玄过来，有何吩咐？你能正常点说话吗？是，主人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晚上你来和我修行。今天有哪里特别吗？之前我天天喊着要和他修行，他都不答应的。罢了，反正你晚上也是要知道的。你随我走一趟药园吧。药园？叶无说要去药园，难道他终于决定帮我恢复经脉了吗？好，正好，一场比试，会让我的经脉、我的父母、我的家族，如今我苟活于世，只为复仇。10多年的隐忍与等待，今天他终于要帮我恢复经脉了吗？我，清玄，就是你想的这样。取出9天玄参后，晚上我替你接上经脉。好。宿主，清玄的好感度简直是在蹦迪。暂时不用管，他渴望恢复经脉已经到了疯魔的程度。用了9天玄参后，清玄的好感度就够我们抽奖了。
不能抱太大希望，万一又是他的戏弄。没出息。母亲早早准备好了疗伤圣药9天玄参，只要用玄参的汁液，再服佐以双修之法，你的经脉有90%可能修复。宿主，清玄的好感度稳定了下来，现在是-20%。怎么了？哼，我好好的一根9天玄参，竟然就这么消失不见了。不见了。宿主，清玄的好感度直线下降了，-50、-60、-100，锁死在-100了。清玄，看此处土壤被翻的情况，玄参应该是刚刚被带走，我们还来得及把东西拿回来。师姐，不关我们的事啊！玄参是灵爵挖走的。合欢宗的地盘，顶级阵法防护，你们告诉我灵爵来过，他是怎么进去的？灵爵以前也经常来，这次他威胁我们，如果不让进，就让你换掉我们。而且他只待了1炷香的时间就匆匆走了。好一个灵爵！宿主，袁术中灵欢欢走火入魔，灵爵投玄参去救他，最后2人在洞府翻云覆雨到天亮。想拿我的东西去献佛，做梦！你们好好在这里待着，晚点我再来找你们算账。9天玄参被灵爵拿走了，我现在去把东西拿回来。9天玄参应该还没有被林欢欢服用，还来得及。叶无，不要再演戏了。如果不是你告诉灵爵，他又如何知道玄参在哪里？我以为你变好了，是我太天真了。9品玄参这样的好东西，当然是给你痴恋的灵爵，怎么可能给我这种废物炉鼎？现在最要紧的是把东西拿回来，等见了人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灵爵，给我滚出来！灵爵偷入我合欢宗药源，盗走9天玄参，苍冥剑宗剑修全是偷鸡摸狗之辈。怎么回事啊？有人来找大师兄麻烦，赶紧过去看看。宗门重地，宗门重地，不得擅闯。他真的来找灵爵算账，不是为了演戏给我看。灵爵偷了我的玄参，还想当缩头乌龟，3息时间不出来，我就劈了你的洞府！宿主，袁术中灵爵为了给林欢欢疗伤，设了基因结界，现在他们正在做羞羞的事儿。时间到，林乌龟，给我出来！大师兄，欢欢好难受。只要过了今晚，他就会对我死心塌地，沦为我的玩物。我也能吸收他的修为来修炼。等我重回上界，那些仇人我一个都不放过。欢欢，不要怕，喝了这碗药，你就会好起来的。大师兄，药苦，我不要喝，就让我痛死算了。小师妹是那样的纯洁到近乎圣洁，我不能做出越轨的举动。乖，吃点甜的，就不苦了。药也要大师兄喂，好不好？好。大师兄，你要做什么？喂药。阴阳和合之法即增奇效，灵爵，你逃不掉了。看看，这是谁啊？怎么能这样呢？哟，看来你们苍冥剑宗对无情道和天真单纯的定义
好像和其他人有些不一样啊。怎么回事？我停不下来。该死！秘法已经发动，现在停下来就会前功尽弃，只能硬撑了。大师兄，你干什么？快放开小师妹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一起动手破结界啊！我来了。正常的情况，叶无看到这一幕，不是应该伤痛欲绝吗？他竟然还能笑得出来，难道真的彻底放下灵诀了？宿主，清玄的好感度动了，一直在涨了。你喜欢看这个？不喜欢，不过看他身败名裂，倒也不错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小师妹，小师妹。小师妹，你别怕，我在这里。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我是在给小师妹疗伤。疗伤？哦，原来你们苍冥剑宗的疗伤都是这个样子的。那我可就明白了。叶武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偷偷进入我的药园，偷走我的9天玄参，现在问我怎么在这里？什么9品玄参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埋玄参的时候，我全程留影了。药园的阵法也有自动记录功能，你确定能否认？9天玄参现在已经进了林欢欢的肚子了，看看他体内有没有药力，我就一清二楚。叶武，你闹够了没？玄参是我拿的，欢欢领功出了差错，我拿玄参是为了救人，这难道也有错？看在你送了玄参给我救小师妹的份上，之前的事我跟你一笔勾销，我原谅你了。现在带着你龙鼎离开这里。你是说你偷了我的玄参，要当是我送你的，而且我还要感谢你原谅我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人被恶心到极点，是真的会香。来，你过来。今天的事我可以不计较，但是……今日诸位都在，那我就把话说清楚。之前我瞎了眼，真以为灵诀是什么清冷剑仙，送了某人不少东西。实际上了，他明面上说什么要修炼无情道，不会动男女之情，不稀罕我给的东西。可我每次拿过来，他收的时候，却是毫不手软。我给大家念一念，这10年他一边拒绝我，一边收了我多少东西。低阶灵力丹100瓶，中阶破镜丹3颗，培婴丹5颗，复魂丹10颗，踏风靴1双，精铁100块。呼兰，他以前嘲笑你结婴用了2次，你现在可以笑回去了。难怪结婴那么快，原来是吃了5颗软饭丹呐！鹦鹉，这一切都是你自愿的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将清单上的东西全部还我，你我2清，从此陌路。啊，对了，那根9天玄参也要还我。玄参已经被欢欢喝了，我拿什么还你？简单，玄参药力还在他血里，放干他的血，我拿血走人。我不想放血，我真的不知道玄参是大师兄偷的。叶武，你别太过分，要怪就怪大师兄，和小师妹无关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小师妹要将一切都推给我吗？谁敢动我徒儿？哼！谁敢动我徒儿？青霄，偷了东西就得还，你不懂吗？妈。一点小事何必动众？就让灵诀和业务结为道侣，此事一笔勾销。师尊，我不愿意。孽徒，你不愿意？拿你自己去换9天玄参和清单上的东西，还是想让你师妹放血？好，我答应。业务，你赢了。你不就是想要得到我？我答应和你结成道侣。
你不要再为难小师妹。铁铝，你也配？你这种软饭硬吃的垃圾，连他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叶武，你最好顺坡下，否则这辈子你都不会有第二次机会。你毁了我本命灵剑，我跟你拼了！就是来呀！林觉，够了！你们究竟要如何？我女儿早就说了，要不还东西，或者灵爵以命相抵，又或者取走林欢欢周身鲜血以抵玄参，剩下的东西林爵自己慢慢还。你们自己选吧。师尊，我不想放血，我什么都没做，为什么要我来承担后果？小师妹，你的意思是让我去死吗？其实，一般的伤用不到9天玄参，我拿它是为了替清玄恢复断裂的经脉。怎么这么巧，你也是经脉断绝？我修炼出了差错，伤到经脉。哎，叶流人，你要干什么？9天玄参药性还在他血液里，根本没吸收，他的经脉完好无损呢。不可能，我探查过，他明明危在旦夕，你骗我！他不仅骗你，还折腾你。你说他到底图什么？小师妹，如果不是你的暗示，我怎么会去走9品玄参？又怎么会有今日的这一遭？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我对修炼不懂，我以为自己出了问题。是大师兄你说我经脉出大问题了，需要天才地宝。大师兄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都到了这个时候，他还在将所有的罪责推给我。大师兄，你故意骗小师妹，就是为了借机占她便宜吧？灵爵，先是诓骗欢欢，又偷盗玄参，品性低劣，不要脸！我没有你这样的弟子。大师兄，我知道你很想逃脱罪责，但你也不能这么陷害我。林欢欢，你以为你能洗脱干净？叶武，你就不好奇我为什么知道你药园里有玄参吗？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林欢欢有查探宝物的能力。他怎敢将我的秘密说出来的？不是秘法失败了，他清醒过来了。是他告诉我你的药园有极品疗伤药，他先提醒我，转眼自己就装重伤。是他一步步引导我去偷的。那林欢欢的错处绝不会比我少。原来是这样，说的是啊。大师兄，我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你不能这么陷害我呀！果然还要加紧修炼秘法，不然连区金丹都控制不了，完全不能自保啊！狗咬狗的戏码，真是百看不厌。宿主，原剧情里凌霄是林欢欢重回上界的最大助力之一，现在灵爵是不可能成为后宫男之一啦。灵爵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拉踩欢欢干什么？灵爵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拉踩欢欢干什么？师尊，连你也不信我？我不管你们中间有什么理由，林欢欢假装受伤，林爵偷盗玄参，这是事实。趁着药力还在，立刻放空林欢欢的血，补上我女儿的损失。师尊，救我！林欢欢，你是修行者，放空一身鲜血，无非是修为大减，死不了。欢欢，你先受些委屈，事后师尊给你寻疗伤圣药。放血，放血，全是放血！这群老东西分明就是怕了这老东西的实力，才将我推出来。虽然遭了诓骗，但是欢欢愿意放血偿还。师尊，疼。现在你们满意了？拿着，你的。主人，
怎么不想要？他是为了我才这么拼。宿主，先生的好感度在狂飙，-100、-50、0、20、35，稳定在35啦。哦，这就到35了。叶武，你给的好东西，大半都在林欢欢的洞府里，你自己去拿。萧恒的那把宝剑也在林欢欢的洞府中。我家萧恒的龙脊剑，这男人居然破罐子破摔到这种程度，不行，血放了，修为也大减了。如果此时翻车了，我之前苦心经营的人设就破灭了。之前我的确不知晓那些东西是叶道友的，现在知道了，自然是要还回去的。我的代价过全。欢欢已经这般乖巧懂事，叶武他们还要这般逼迫于他。总有一天，我要为欢欢找回公道来。你的身体虚弱，只管专心疗伤，有为师替你盯着。在清单上的让他们拿走，不在清单上的他们碰都别想碰。问题是，好多东西都在清单上啊！快点！这边，姓陈的，你不是说玉佩丢了吗？为什么在林欢欢这里？炼丹房中丢失的迷魂丹为什么在这里？我的钗子为什么也在这里？哎呀，我不是师傅，够了，停下！都听欢欢怎么说。我不知道啊，都是他们非要送给我的，我推辞不掉啊。林欢欢这海后，还想在苍冥剑宗装无辜装可怜的话，怕是没几个人愿意相信了。系统，这花纹像不像萧恒的龙脊剑？南轩国被灭之后，萧恒只来得及带着宝剑逃出来，原主为了讨好林觉，硬生生把他抢过来送给林觉了。宿主，原书中林欢欢靠一把钥匙打开了秘境宝库，这花纹跟书中提到的宝库钥匙很像啊。这钥匙如果真的是萧恒的龙脊剑变的，那就一定要拿回来，到时候萧恒的好感度也到手了。这钥匙可是有大机缘的，绝对不能被叶武抢了。叶道友，那是我母亲的遗物，你不能拿。叶武，我们只答应让你拿回自己的东西，可没让你在这里小偷小摸。放下这钥匙！青霄老儿，谁给你的勇气对我的女儿呼来唤去？你是又想打一架了是吗？你，林欢欢，你确定这是你母亲的遗物？可这花纹像极了我家萧恒的龙脊剑。许是叶道友看错了。等正主来了就知道。主人，您召唤我。萧恒过来，借你的血用一下。这一次要的是我的血，算了，失血过多而亡也是一种不错的死法。萧恒好感度下降，目前-80。又降？这男人没事做就降好感度。什么时候开始？什么时候开始？这种事情你自己来就好了，还要我亲自动手？业务玩的是越来越花了，这是现在居然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折磨我。别光放血，你们皇族秘法还要搭配咒语吧？念啊！这花纹怎么跟龙脊剑这么像？而且我居然从中感觉到亲切。体有清光，复叶道友，视之不见。这钥匙毫无灵力，根本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。养育群生。这样，为了保下母亲的遗物，我愿意拿其他的东西来。快看！这怎么可能？南轩国的守护神兽，这是我的龙脊剑。南轩国的守护神兽都出来了，林欢欢，现在你还说这是你母亲的遗物吗？我认错了，可能是捡到的。林欢欢，你记错的事情、认错的东西未免也太多了一些。是不是认错的，大家心里清楚。总之，这钥匙我家萧恒拿回去了。谢谢主人。宿主，
原书中连环环可是来自于上界，每次遇到危险他总能化险为夷。现在我们揭穿了连环环一部分的真面目，但只要他不是魂飞魄散了，都有卷土重来的可能。您和你娘都有可能被他害死啊！所以我要变强，只有成为最强，才能避开必死的结局。萧恒，钥匙保管好了。今天为了拿回你的秘宝，我可是和青霄剑尊据理力争，当面和林爵作对。我为了你有多辛苦，你知道吗？宿主啊，你还真是做了1分就要表达出10分。萧恒今天必须给他把好感度涨上去。为了我吗？当时只要你不发疯，这钥匙自然不会丢。萧恒好感度加5，目前负15。宿主，萧恒整整提升了60点。不容易啊，终于会加好感度了。都是为了他。哄他的，我为了谁，你心里不清楚。为了你，我可是放了林欢欢一身的血。萧恒好感度减5。你是想要先做一下准备，还是直接开始？不用做准备，我已经做了太久的准备。无数次梦到经脉恢复，重新成为一个炼丹师的一天，我1分1秒都不想等了。主人，让清玄替你更衣。我不需要你讨好我。主人不喜欢？我喜欢，但你并不喜欢这样讨好人。我要的是你变回那个骄傲的清玄，变得足够强，和我一起走到更远的地方。不需要用手段讨好，只要变强就好。清玄这金玉系表情真的很羞涩可餐，我现在说后悔还来得及吗？衣服要脱了，痛吗？只是看起来严重，其实倒也没多痛。原主，你真该死！先修复经脉吧，召唤神魂法相。要使用9天玄参了。好痛，比当年断脉时还痛。贱种，你这种人还想恢复经脉？休想！撑过去，才有以后。我恢复了。宿主，清玄的好感度变到10了，还在涨，20，好感度突破30，目前35，成了。你的经脉修复了，不枉费我这几天的苦心。我去端灵泉水。宿主，你装虚弱，你好无耻啊！但是彤彤好喜欢。错了1分就要表达出10分，玄参之夜这么难得，我不得多刷点好感度？来，系统抽宝箱。奖励灵根数值提升，奖励法性特征藤蔓汲取。发布清玄宝箱任务，要求清玄主动亲吻宿主，限时1炷香。你委婉点暗示他啊！宿主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等等我啊！亲我。他果然是喜欢我。亲错地方了，快点儿！看起来这么能撩，其实是个厨。
木属性灵力，这是异界丹药青木丹。尝试吸收灵力。我吸收灵力的速度变快了许多。这绝不是普通的异界丹药，他为了不让我有负担，竟然骗我是普通丹药。叶无为了我，竟然苦心孤诣到这种地步。清玄好感度+5，目前好感度40。宿主你好无耻，我好喜欢。系统静音。你的经脉已经恢复，尽快把修为提下来。好。火明哥哥，清玄哥哥比你第一次的时候长久多了。无聊。清玄，你经脉恢复了。何止如此，清玄吸收灵力的速度比出世前更快，不用2个月，他就能回到金丹期。听到没有？想要增加实力，那就在讨好我这条赛道上好好卷起来。清玄哥哥，双修舒服吗？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。主人，我先去恢复灵力。我等着你重新炼丹的那一天。不是让他不要勉强勾引了吗？怎么变本加厉了？无聊。无聊哥，你那把钥匙研究出什么没有？根据真言，在合适的时机，钥匙会自动指引秘藏方向，但我并未感觉到任何指引。或许是宗门内法阵隔绝了，等实力增长些，我们离开宗门试试。我等你。他们都走了，咱俩也走吧。走去哪里？当然是去那种能出很多汗，2个人都要动，还会很累的地方了。叶武，哟，是修炼无情道的苍冥剑宗大师兄来了。冷静，之前是我太高了，太端着，才会让叶武放弃。无情道的确很强，但如果代价是永失所爱，我不修也罢。哎呀，原书中的女主说的话，现在拿来恶心我。阿武，我知道，过去10年我做错了，现在我彻底清醒了。我们还能重新开始吗？为了你，上刀山下火海我都不怕。你如果还在生气，我这条命给你又如何？你的意思是，你愿意为我去死？只要你一句话。果然，只要我主动一些，就不怕他不回心转意。那你就为我去死吧。叶武，你干什么？好，好，好，这个好看。胡九龄好感度5，火明8，萧红负10，莫叶负70。以后可以让他定期上门挨虐，帮我刷好感度。林道友，昨日的事情后，你和林欢欢的日子都不太好过吧？叶道友，你还在为昨天的事情生气？我真的是被林欢欢迷惑了，而且林欢欢已经被师尊带回洞府亲自教导了。师尊说了，不教好他，就不让他出门了。哦，这么快就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了？现在的林欢欢过早接触到了高阶修士，他的阴阳和合法能够产生效果吗？这场好戏真是越来越精彩了。林道友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对你的心意，没有了。没有了？我以为你这次来，好歹会还一些东西。我自然是准备了，为了叶道友，1000倍100倍偿还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好，那就按照1000倍来还，我们重新订立个契约。
叶道友真会开玩笑，我积攒的灵石都在这里了。这3瓜俩枣，应付谁呢？主人，他身上还有灵石。林觉，别想耍小聪明，3个月内还回所有东西，不然我可不保证我能做出什么事情来。叶道友，你放心，为了你，我哪怕拼了命也会凑足灵石的。行了，我还有事，你自己下山吧。火明，我想学鞭法，教我。叶道友，在武器之道上，我也略有精通，起码比这火蛟要好上不少。灵觉，火明只是名声不显，论武器之道，他怕是不比你弱。火明好感度加11，青铜宝箱可开启。开启。宿主，这次奖励是任意武器初步精通，请选 D。鞭子。这个奖励省却我不少苦功。宿主，火明青铜宝箱绕过来了，只要接下武器之道的挑战，火明就能体验下一层消化境界。炉鼎就是炉鼎，只能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来欺骗叶道友。火明，你敢不敢和我打上一场？不用灵力，只比拼武器之道。这一次，我要让叶武明白，他那几个炉鼎根本和我是没得比。怕了吗？火明，对付挑衅你的人，唯有一个办法，将他恶狠狠打趴下。你可明白？无需有任何顾虑吗？一句话，打还是不打？要战就战。任务完成，火明专属奖励已发放。3元归一剑。好，好，好。原本打算给你一击毙命，现在我要一点点折磨你，让叶武看清楚，炉鼎就是炉鼎。主人，火明哥哥性格倔，死也不会认输的，求求你帮他认输吧。帮他认输？火明希望我此时替他认输。火蛟一族为战而生，他战斗得很开心。主人，求求你！不，只要不是危及生命，我愿意纵容他这样痛快打胜一局。宿主，快终止比赛！胡九龄、萧红、莫叶的好感度全在降低，胡九龄都成负数了。系统，暂时不用给我播报好感度。你之前因为灵觉不把我们当人，现在依旧自私自利，为了你的面子就要逼火明死战，就不该对这个女人抱有任何期待。主人，我求你，不用求他，没用。你们仔细看火明的眼神，再告诉我，要不要替他认输？火明哥哥他乐在其中，他在享受这场战斗。火蛟一族越战越强，灵觉若是不起花心，不想着折磨他，他怕是已经取胜了。但是你输了。我居然输给了一个炉鼎。看来根本不需要我来开外挂，火明本身就能赢。谁告诉你我输了？我还没有认输，让你见见我真正的底牌。哼，灵觉，说好只比拼武器之道，你突然使用神魂秘法算什么？我们只说不能动用灵力，我动用的是神魂之力，他自己无用，这能怪我吗？好，好，好，我本想给两人一场公平的战斗，既然灵觉无耻，那咱们就开挂吧。
少年。还是说你不肯啊？还是那句话，要战便战。凌绝，我们说好只比拼武器之道，没说比神魂之道吧？叶道友，神魂之力的确对剑法有加成，不如今天到此为止，就当我输了。宿主，这在套话概念，从输了变成就当是输了，无耻！胜就是胜，败就是败，这不明不白的结果，我不接受。我是你的主人，你的事是不是该我做主？是。你身上伤势很重，需要立刻疗伤。我知道现在有太多停止战斗的理由，但我只问你一个人，你还要不要战？战！好，我替你做主，此战继续。他有神魂法，你以后也会有。开战之前，我给你一点爱的鼓励。爱的鼓励。这下你一定会赢。好了，你们现在可以开始了。叶武，你居然当着我的面亲吻一个炉鼎，你一定是故意想要自救。你玩这种把戏，只会让火明被打得更惨。你没脑子吗？莫叶，你扣业绩。哼！主人，真的能赢吗？有我爱的鼓励，不想赢都不行。小胡，打个赌。赌什么？如果我赢了，你就给我双休。那就赌爱的鼓励能不能让火明小宇宙大爆发。如果你输了，答应我一个要求，赌不赌？我赌不能。但是要怎么确认火明哥哥的突然爆发是因为你爱的鼓励？放心，保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火明，还记得爱的鼓励吗？摸一下你的额头。系统，使用体验卡。是不是你出了异常？凌绝的剑法破绽百出，我现在可以轻而易举的击败凌绝的。你敢伤我！强之意志，不屈。不屈意志越强，则战力越强。受伤状态下有额外加成，伤势越重，枪法越强。认输，或者死。我认输。火蛟一族一生只有一片魂灵，若有一天你遇到了真心爱慕之人，魂灵会在他的帮助下爆发出无比强大的力量。是叶武的吻给了我契机，难道我喜欢叶武？不，我爱叶武。火明哥哥，你突然掌握意境，一定是因为勤学苦练，对不对？方才多亏了主人的吻，我才心服口服了。萧恒，九灵怎么了？无聊。莫叶，你又怎么了？你要是在今天之内
交上了一份10000字的检讨书，这次的扣分可以暂时取消。哼，扣分，让他扣到天荒地老下去。主人，不用管他们，你受了不少伤，脸上都被划了好几刀，私有财产怎么能够受损？别看，现在不太好看。有什么不好看的？伤疤嘛，是男人的勋章。伤疤在我脸上就是丑八怪，在火明脸上就是男人的勋章，双标。你不喜欢留伤疤的话，晚上修行一次，明天就好的差不多了。哦，好。叶武，你怎么还没走？叶武，我都主动求和好了，竟还敢这样对我！还有这个火明，区区一个炉鼎，以为掌控了一切。你们等着，今日屈辱，我一定会报的。宿主，好感度播报，胡九龄达到10点，可开启青铜宝箱，萧恒清零，末叶负40。火明呢？宿主你自己看吧。这什么鬼？这种蹦迪的好感度无法确认，被动数字停下来。如果好感度掉下时，已开的宝箱会收回吗？不会收回，但是拿下一个宝箱还得刷上来。建议你对他冷处理，让他一个人冷静冷静。你发烧了吗？额头好像有点烫。我是为了报仇才当了他的炉鼎之一，怎么能动真心？可是火蛟一族认定了伴侣就是一生一世，现在动了真心，这不是自己找虐吗？可能是伤口引起的。褪去你身上鳞甲，我看看你身上伤势如何。你痛吗？还好。我自己来就好。不用，你是伤患。宿主，能不能收一收你的眼神？万一把人家油的好感度掉光了就不好啦。恰到好处的肢体接触，有利于稳定感情。宿主，我们的好感度数字停止跳动，稳稳停在40，稳稳停在40。看到没有？这不就稳定下来了？别废话，抽宝箱吧。这也行。好了。宿主，此奖励可以将你的变法水平数字化，只要宿主练习时间足够，则必定会增加熟练度哦。这技能太逆天了，知道本系统的厉害了吧？宿主，火明第2个宝箱任务是百战，半年内和不同对手进行100场对战，胜率100%，奖励高级战役哦。百战，高级战役，好东西啊！火明啊，主人，你对打架有没有兴趣？火蛟一族天生好战。好，那就等我给你安排战场。是。宿主，你是不是忘了，还有胡九龄青铜宝箱要开启？领取奖励。直接掌握了，只要使用就能增加熟练度。这3天不，今天之内，胡九龄就得把种族天赋给觉醒了。主人，小胡啊，听说九尾狐一族最善幻术，是的吧？话是这么说，但我怎么从来没见你用过？你该不会是不行吧？我好像真的是不行哎，大多数九尾狐生来就能觉醒，
我到现在都没有，可能我有什么缺陷吧。有可能是你的种族天赋格外强大，只要你觉醒了，立刻就能成为高手。那我的天赋太强，被人盯上了怎么办？我是不是就不能安心当可爱的咸鱼小狐狸了？主人，你救救我！也有可能真的是你太废物。废物就好。你没有过去的记忆，难道不想找回过去吗？找回父母和朋友？不好不好，万一我恢复记忆，背负血海深仇怎么办？万一仇人很强大，我死在屠刀下怎么办？之前的打赌你输了，欠我一件事，我要你3天之内觉醒种族天赋。我努力，但是能不能觉醒，我也不能保证啊。好。主人，我做的新口味的果酒好了，喝一点。好喝啊，是吧？我就说我有酿酒的天赋，我以前应该是一个酿酒大师。看来你对酿酒很有信心。来，打个赌。主人，你说，就赌我能不能分辨出你这坛酒中都用了哪些材料？绝不可能。你赢的话，明天烧香；我赢的话，还是欠我一个要求。赌吗？赌了。这次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吧？这红色的小颗粒是梅果的籽吧？猜对了一种，还有2种。这果酒的颜色绿如碧玉，应该是藤果，对不对？这都能分辨出来。那么最后一种果子，双金毛。主人，你确定了吗？还有一种果子，醉云果。你用的不是3种果子，而是4种。小胡，骗人可是不对的。我输了，主人，你提要求吧。没有办法，小孩子有时候就得哄一哄。我的要求就是，你再跟我打一次赌。赌什么？赌什么？待会儿我会在那里练习鞭法，我允许你用幻术来干扰我。今日太阳落山之前，若我不能破解，算你赢；若我轻松看破，那算我欠主人800件事情都可以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。为什么主人的鞭术每时每刻都在进步？难道主人是那种举世寻的顶尖天才？他身上到底发生什么事？这等进步速度，显得我这些年的勤学苦练很可笑。差点忘了正事。九尾幻术，起！雕虫小技，就这么被破了？不可能！幻术又一次被破了。童术秘法，还有现在的鞭法，叶无当真是不学无术的修二代吗？来，再来，不要停！时间就要到了，你还有力气吗？输了，我输了还不行吗？小胡啊，神菜就要多练，赌局这种事情不适合你，听我的，下次不要赌了。可以说我修行废物，但我绝不能在赌局上输。他要觉醒血脉了，对付小屁孩还得从他的兴趣爱好下手。要赢，一定要赢！糟了，他在透支自己！可以了，停下！就因为你自己觉得好玩，又伤害了别人是吗？幸好只是脱力，没有大碍，而且青铜宝箱任务完成了。主人，你最后主动让我停下的，这算我赢了吧？算你赢了。怎么能算我赢？萧恒哥哥，你说，从夜舞开始练鞭算，他让你停下的时候，刚好已经过了3个时辰。没事儿，算你赢。不，我是有骨气的，输了就是输了。好，欠我800个要求。啊！我不要，我不要！这东西
你拿去练着玩，3个月内入门，免去你50个要求。啊，好。看到没？越是爱我，好处越多。你们2个自己好好反省反省，为什么不能多爱我一点？哼，不能爱上你，是我们的错。不然呢？记住，越爱我得到的奖励越多。没法爱上我的话，就老老实实当废物。你的伤很快就能好。这次的伤不算重。这几天好好感受枪法境界，可别到最后被我抢先领悟鞭法意境，超越了你。被你抢先？怎么不信？我觉得我可能是那种百年一遇的鞭法天才。要不我们打个赌，赌谁先掌控意境？不赌了，我信主人。切，没有胡九龄好骗。行吧，不逗你了，我去练鞭法了。这个时辰练？时间不等人。宿主，你可是一呼百应的百亿女总裁，白天训练就行了，晚上休息吧。想要变强，我付出努力怎么行？他的鞭法竟然已经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提升，他真是鞭法天才。火明哥哥，你说主人为什么突然这么拼命？他娘是合欢宗第1高手叶流云，从小他要什么有什么，为什么还要努力？他变强，对我们来说有什么不好呢？我们当炉鼎的唯一的出路，不就是主人能变得更强吗？也是，主人变强了，我们才能更强。他还给了我一部玄阶幻术秘籍。小胡，玄阶秘籍不易得，你别辜负了主人的心意，换了旁人得到这种秘法。别念了，别念了，我去睡了。火明哥哥越来越有大防的派头。如果我想要报仇，至少要成为化神期的强者。清玄、火明、胡九龄，只要讨好业务的都开始变强了，难道我也要讨好业务吗？宿主，你已经练了1整夜了。不把鞭法的熟练度刷满，我不会停下。主人，每12个时辰能双修1次，这个机会不能浪费。要不鞭法先暂停一下吧。清玄在闭关，胡九龄在降，那今天还是跟火明双修吧。我可以吗？我可以和你双修。玄黄好感度降低，目前好感度-25。求我修行，还给我降好感度？宿主快答应！他体内有南轩皇室的真正龙之血，跟他修行的奖励可能跟真龙有关。不了。什么？我不喜欢跟不情不愿的人修行。你能活下来，是我母亲保护了你。你想找我修行，是因为这能提升你的实力。萧恒，你好好想想，求人帮忙的时候该用什么态度？火明，走吧。哦。萧恒哥哥，主人吃软不吃硬的，你再去求求主人吧。业务，你还想要我怎样？我已经开口了。怎么了？我好像也没有求过你，但你还是愿意跟我修行，为什么？我更看重心意，我能感觉到你心里喜欢我，这就够了。主人这是在对我说情话。每次跟火明修行都能找好感，
萧恒那混蛋求我修行，还降我好感度，那就别修。难道我也要学清玄那样，主动去勾引他？我行吗？行，我一定行的。这什么情况？清玄做起来很有杀伤力，但你这一脸要死的表情做这些，有点没眼看啊。这样行了吗？萧恒好感度降低，目前好感度-30。我说过的，只有喜欢我的人，才能从我这里得到好处。我不要口是心非的人。什么意思？这还是不行。你看他俩多和谐，这样下去，火明哥哥就要独占宠爱了。哼，谁要他的宠爱？我只想变强。可是，萧恒哥哥，你不讨到宠爱怎么变强？你看火明哥哥，他已经超越你一大截了。甩开我，没那么容易。我观察了好几天，终于发现了主人宠爱火明的关键原因。想听吗？哼，无聊。我发现主人喜欢看腹肌，有时候他还会上手摸。我的身材不行，但萧恒哥哥，你的身材不比火明差。你让我对那个女人秀腹肌？休想！就算知道了，我也绝不会做。也是。我是练出幻觉了吗？萧恒还挺有料啊，看这身小麦色的皮肤，肯定没少在太阳底下锻炼的。胡九龄说对了，他果然喜欢这种。主人，我们换个位置练吧。停，不能再看了，这些男人今天到底在干什么？这火明想要独占业务不成？火明，你在干什么？主人，上次你给的鼓励让我短暂触碰了枪法意境，这几天我感觉快要突破了。那很好。只可惜，那瞬间的领悟我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。如果我能再次进入意境领悟就好了。我明白了。
那就再给你一次爱的鼓励。直接亲嘴，这种做法，就算亲眼看到了，我也不会学。这个火明绝对是故意的。叶武的爱的鼓励真的有用。第二次了，只要我亲他，他就能掌握枪艺。这下应该对我死心塌地了吧？更何况，男人肯争主，说明他在乎你。那就让他们争去吧。我去救腹肌，被嫌弃心不成。火明什么都不做，就得到境界领悟，凭什么？萧恩哥哥，火明哥哥最近可是又争又抢哦。他是为了变强才这样做。难道你以为火明还真爱上叶武了？嘿，爱上也正常嘛，主人还是很有魅力的。他有魅力，要不是为了变强，我绝不会靠近叶武一步。有点意思。清玄哥哥，你出关了，灵力恢复了。灵力还没有完全恢复。那你怎么还出来？想出来看看。再不出来，家就被偷了。主人。清玄，你怎么？主人，几日未见，如隔三秋。我能亲你一下吗？不允许！我不允许！这才几天啊，叶丫头你就吃得这么好了吗？不能太久。好。哇哦！直接亲嘴，这种做法，就算亲眼看到了，我也不会学。哼！你怎么突然出来了？灵力恢复的有点慢，我想，如果中间加几次双修，恢复速度应该能更快一点。倒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。晚上我们试一试。那我先去准备。等等，准备什么？他这是把我往大黄丫头的方向逼啊！为什么突然感觉自己有些造孽了？这个都是为了变强，你们要学会和谐相处。清玄哥哥一出手，果然不是一般人。我好像真的喜欢上他了。在我还不清楚自己心意的时候，魂灵已经帮我认定了他。我可以不做唯一的那个，但我一定要做最重要的那个。所以清玄会是我最大的对手。你那么苦苦守着，最后也没守住。萧恒，这个世界上争资源争宝物，人人都觉得正常，难道心意就不用争了吗？我去练枪了。叶武喜欢强大的人，那我就成为最强的那个。我说过了，你不用这样。主人放心，我只对你一个人这样。修行的时候，我可以亲亲主人吗？专心修炼。那主人能亲亲我吗？主人，你看，这衣服是不是有点透？清玄才应该是九尾狐。想摸哪里？清玄，这手感确实不错，冰肌玉骨。主人，感受到了吗？很滑，很嫩。不是这个，是我的心跳，因为主人
在加快。好像是。我接下来还要闭关几天，主人不会忘记我吧？不会不会，清贵妃，你能不能坚持一点？主人，说个正事，小狐精通幻术，神魂天生强大，若和他双修，神魂方面进展会更快。你很希望我和其他人双修？我可能阻止。不能。既然不能阻止，我自然要替主人挑选最佳人选。这也太懂事了。哇，哼，无聊，故意给谁看？难道还有人会吃醋不成？还真有人吃醋。我一直在等你一起修炼。来了来了。主人去忙吧，不过记得我跟你说的话哦。记得记得。他们这点小心机，我看不透吗？但只要肯为朕花心思就好。无用的家伙，说什么风凉话？我只是没法像你这样放下自尊。我乐在其中，总比有些人想放开又遮遮掩掩的好。其实萧恒哥哥也够努力了啦，他都修腹肌了。只是主人说他心不诚。心不诚？主人把原因都给你点出来了，为何还是这么没用？我不信你和火明第一次和他神修的时候，心里有多么喜欢他。那会儿我们的确谈不上什么喜欢，但是那时候主人需要炉鼎来提升实力，仙道者总是占优势，你不懂吗？而且现在的你对主人来说是可有可无。你和主人灵根不同，又没有胡九龄和火明的神魂优势，和你神修能带给主人什么？哪怕是墨叶，都比你有价值的多。是，现在的我确实什么都不是。还有你，神修舒服又能变强，还不耽误你摆烂，这种好事儿还在等什么？好像是这个道理。两个蠢货，自己琢磨吧，我去闭关了。希望这俩给力点儿，起码有一个争宠成功，不至于让火明一枝独秀。萧恒哥哥，今天三宗招新，我们去看热闹嘛？无聊。新弟子选宗呢？听说出了一批天才，走嘛走嘛！看一会儿就走。快看，这次有10个天资特别突出的。你们听说了吗？这次出了个真正的绝世天才，金属性单灵感，灵根属性之8。但最吓人的是，他的神魂是一条真龙。真龙神魂，那可是上古时期才有的存在。为了抢他入宗门内，三宗的高层都差点打起来了。说起来，这个姓曲的人还是人间一个南什么国的皇子。萧恒哥哥，你听到了吗？这个人，萧恒哥哥，你怎么了？听说南轩国的皇室原本不姓曲，而姓萧，是曲家发现萧家一族暗中奴役百姓，欺压民众，他们不得不顺应天命，攻打皇城。对，我也听说了，不到3个月就拿下了整个国家。这曲家呀，多少有点气运加身的。曲家除了拥有真龙神魂的曲萧，天定的王族，萧家被灭也是顺应天道，人不能升天。萧恒哥哥，我们走，现在就走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萧家从未对不起百姓。什么气运加身，什么真龙天子，他曲家靠的不过是3个化神期的妖道。我当是谁？这不是从一国皇子混成业务炉鼎的萧恒吗？金丹前期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！萧恒，主人，萧恒出事了，快来！活该，活该！清玄说的对，现在的我
什么都不是。萧恒出事了，我去看一眼。我也去。他和我争归争，但终归是10几年的朋友。不，我去。清玄还在闭关，洞府必须留一个人守。我留守洞府。莫言，跟我走。嗯。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不长眼，敢动我的人。龙脊剑唯一的认主者，像条狗一样趴在地上。萧航，我们先回去。这里。你说他还硬撑什么呀？认输吧。再来。你想什么呢？这么大胆！哼，不自量力！萧航，都怪我贪玩，怎么就这么闲不住？主人，你快来啊！怎么回事？有弟子闹事？2个弟子打架，小事儿，我让人去处理。曲萧，你考虑好了吗？我们3宗，你属意哪一个？几位掌门，打架那2人中有1位是我的故人，能否将他们带过来一见？小事一桩，把人带过来吧。正好我也看看什么天大的事，让他们在招新现场动手。弟子阮胜见过掌门。哎，你说这阮胜怎么带着他？什么人这样？现在这儿穿的还挺华丽的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人萧恒是叶无的一个炉鼎啊，一个炉鼎，这么搞笑吗？哼，一个炉鼎跟剑宗精英弟子打架，纯找虐呀！炉鼎就是炉鼎，永远上不了台面。几位掌门，这位萧恒萧兄是我的多年好友，还请诸位莫要同他计较。曲啸，别在我面前装模作样！萧家上下几百口，这累累血债，我总有一天会找你讨回来。萧兄，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呀？你们萧家是因为欺压百姓，导致自取灭亡，因果报应，真的和我曲家无关。曲啸，我要杀了你！真龙之躯！哎呀！萧兄，你太冲动了。他在逼我下跪，跪仇人，除非我死。真龙神魂果然不同凡响，此次前途不可限量啊！我倒要看看，腿断了，你还站不站得住？我和曲啸差距已经这么大了吗？谁敢欺负我的人？就是你，动我的人。是你动了我的人。主人，他真的来了，他真的不一样了。我闭嘴！现在还没轮到你说话。是你动了我的人。叶武啊，这是曲啸身具真龙神魂的天才，
他和萧恒发生了些小误会，没事了，把人带回去好好管教吧。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和一个卑微的炉鼎，有脑子的人都知道怎么选。后悔替我出头了吧？呸！狗屁的真龙神魂！宿主，这取笑真是个假冒伪劣的玩意儿。宿主，现在是收服萧恒的好时机，别怕什么天才不天才，干他就完事儿了。系统说过，萧家有真龙血脉，转眼屈家就出了真龙神魂。他怕是用什么手段偷了萧家的血脉，就连三宗的高手都被骗了。他伪造的手法十分高端，而且他是冲着萧恒来的。叶道友，在下取笑，我和萧道友之间只是小误会，现在已经解除了。萧恒，这件事情到此为止，你跟着叶武回去吧。主人，我们回去再给你算账。现在给我一边待着去！叶武，玉掌门，急什么？小孩子意气之争，看看就好。就是，之前没插手，现在也不便插手嘛。叶无这个二世祖把取笑得罪透了，他怎么还会加入合欢宗？屈家人，你就这点本事？我这炉鼎尚且未曾跪下，你倒是跪得很快，废物！废物！自从有了真龙神魂，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待遇？这个叶无他怎么敢的？主人，萧恒身上的伤都是他打的。是我打的。我听见他口出狂言，侮辱我屈师弟，我看不下去才出手的。哦，原来还有你的事。叶道友，这世间公理尚在，我身为苍冥剑宗的弟子，符箓都用上了，疯了吧？这可是3级剑气符箓，还是一次性的。叶无，你发什么疯？3阶剑气符箓你就这么用掉了？你敢不敢凭真实的实力？谁说背景不是实力的一部分？你嫉妒就直说。感动我的人，先看看自己配不配。这么这样？叶武，够了！你这般行径，就算你母亲知道了，也得训斥你。训斥我？炉鼎是我私人财物，有人无故损坏我的财物，我同等返还，何错之有？你不该逼屈笑跪下，这是多大的耻辱！耻辱？魂玉的威压和他那所谓真龙神魂的威压差不多。我的炉鼎宁愿肌肤崩裂都未曾跪下，你怎么就跪得这么快？我忍不住怀疑，他当真拥有真龙神魂吗？别是个冒牌货吧？他知道了什么？不，他不可能知道那件事的。我的神魂几位掌门都查验过，如何有假？就算有真龙神魂，你拥有的也只是龙形，这等心胸意志，你永远都只是一个废物。你，叶无果然知道了什么？不行，一定要尽快拿到萧恒的血才行。我的真龙神魂只能维持3年，只有萧恒身上的真龙之血最浓郁，才有可能变假为真的能力。叶无，你这话就说得重了。玉掌门，既然你合欢宗看不上，不如将取消让给我苍冥剑宗。玉掌门，我可以加入合欢宗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你且说。我和萧兄虽有误会，但为了萧兄好，只要叶道友放他自由，我就加入合欢宗。放他自由，好让你的人在宗门外将他灭口是吗？曲笑，收起你那点小心思吧。叶无，一个炉鼎而已，为宗门想一想。炉鼎和宗门的顶尖天才，叶无，你会如何选？我还真给他想好了。你也配合我谈条件？就你那点天赋，我这几个炉鼎哪个不比你强？100个你也换不了一个萧恒。我在他心中就这么有价值吗？萧恒好感度加20。
这个傲娇鬼终于舍得给好感度了。曲晓，或许你可以换一个条件。既然如此，我选苍冥剑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玉掌门、薛掌门，承让了。我们走。叶道友，止步！你又想乱叫什么？叶道友今日逼得我屈师弟下跪，又伤了阮师弟。我且问你，若只凭你自己，可能做到？那又怎样？叶道友，你不过是仗着叶长老的女儿这种身份，没了这道光环，你根本一无是处。所以你想给我母亲当儿子？如此激我，你想干什么？直说。几日前，我去归还物资，叶道友收了物资还不满意，还让你的炉鼎火明来羞辱我。我谦让着怕伤到你，火明却突然掌控了枪法意境，我一时不察，败在他手中。现在想来，他那意境根基不稳，分明是提前用了禁药，为了羞辱我，当真是煞费苦心。羞辱你？你也配？你会败，单纯是因为你太菜。叶道友的意思是，我苍冥剑宗所有剑修，都比不过你那炉鼎了？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如何？掌门，叶武羞辱弟子不要紧，但他羞辱的是整个苍冥剑宗。弟子不服，请求公平一战。啊！要开打了吗？又要战呢？这……请口出狂言！我也要和那火明打一场。请掌门应允。叶道友，你可敢接战？灵觉真是个好心人啊！正愁怎么给火明找对手，完成百战任务，现在他一句话就解决了。叶贤侄，这笑容的意思，莫非是同意了？同意啊，当然同意。老狐狸，想拿我当垫脚石来磨练你剑宗的弟子，那就看看谁才是。只是林道友还是太过小家子气了，光是剑宗这几个歪瓜裂枣，对火明来说根本没有挑战性。我建议三宗共同设下擂台，不论灵力修为，只比气之道，所有年轻弟子皆可参与。这样公平，我等也可参加。弟子没有异议，扩大范围，正好我要借此机会洗刷当日的耻辱。火明，你的好运到头了。玉掌门、薛掌门，你们的意思呢？我听两位掌门的。玉掌门这是觉得合欢宗弟子比不过我们剑宗，所以迟疑了。掌门，打！我们未必会输。就是，不就是一群破练剑的吗？我们怎么可能打不过呢？那就玩玩也无妨。叶武，可还有什么建议？此等盛事需时准备，我建议赛事时间放在1个月后。好，那便1个月后开启三宗擂台赛。擂台赛正好在擂台上废了萧恒，他的真龙之血就是我的了。这次的事都是我惹出来的，那曲啸不会放过我，我会主动离开，不给其他人增添麻烦。是那人出言不逊在先，那曲啸算是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我记得他？他有真龙神魂，那又如何？我说过，100个他也比不过1个你。萧恒，你当我是开玩笑？把你的腰给我支起来！骂你废物这话，只有我能骂。若是其他人敢这么质疑，尽管把他打得满头包。叶无的双标，莫名的让人有些感动。你和曲啸之间，是不是还发生过其他事情？你详细说一说。你不想说就算了。不是不想说，只是需要从头讲述了起来。我以为他是挚友，
可他接近我只是为了龙脊剑。后来萧家被泼脏水，曲家呈上铁证，带3名化神期修士血洗皇城。那一夜只有1人逃了出来，所以我萧氏一族冤枉，我南轩皇室冤枉，那些莫名惨死的百姓更是冤枉。主人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们萧氏一族从未修炼什么邪法，这一切都是曲家构陷。萧恒，你起来！我什么时候说不信你了？你信我？龙脊剑这样的存在是不容许被一个修炼邪法的家族世代传承的。萧家的灭亡，单纯是因为怀璧有罪罢了。龙脊剑可以证明我萧家的清白，可是龙脊剑被主人送给灵爵了。龙脊剑只是载体，钥匙指向的秘藏才是宝库。等取出真龙秘藏，定能还萧氏一族清白。不过但你现在修为太弱，哪怕你有钥匙，也是入不了宝山。而且原书中根本没有曲啸的戏份，难道是因为我改变了连环环剧情，所以产生蝴蝶效应？如今的曲啸身具真龙神魂，修为只会一日千里，而我只会停滞不前，如何报仇？主人，求你！萧恒好感度增加，好感度5。宿主，这次不是负数啦。放心。萧恒，你还真信这个女人？这不过是她玩弄人心的新把戏。莫叶哥哥，主人为了萧恒哥哥，可是和所有人对抗。他只是为了自己的面子，他还把火明推出来当挡箭牌，让所有剑修都针对火明。主人要做任何决定都不必询问我，因为我会无条件遵从。火明，你疯了！他这是让你去送死。你害怕吗？还有这种好事？多谢主人成全。我正好需要一场场的战斗。你也决定了？莫言，人总得给自己一次机会。疯了！你们全都疯了！萧恒，晚上的神修，你来可好？只要能变强，我不惜一切代价。我应该要做些什么？我什么都能配合的。不用那么紧张，我又不吃人。上次主人应该没有看清楚，这一次我看清楚了。没想到我的炉鼎们都这么有料。主人，我在这些事上是第一次，主人可以教我一定会好好学。萧恒，不用学，我就喜欢你什么都不懂的傲娇样子。可记得我说过的话，我看重的是内心。说人话就是，只要给我找好感度，你爱咋咋地。只要你心里有我，我永远是你心中至高无上的信仰。你可明白？你也这么要求他们吗？啊，倒是没跟他们说过这个。没跟他们说过，只对我要求这么高，难道他之前为难我，搞出这么大场面，其实都只是为了得到我的心？我明白了，我还是先把衣服穿上吧。不必，这样就挺好。挺好。养眼。接下来我教你神修之法，你先召唤出神魂来。这法像是一颗金蛋。主人，我没用，我的神魂法相从小就是这样。我知道我拖您的后腿了。放轻松，我只是觉得这颗蛋很好玩。好了，轮到我了。神魂交融，开始。
这就是双修的效果，还真有点让人上瘾。好了，今日的神修结束。萧恒好感度+5，当前好感度20，青铜宝箱已解锁。本次奖励需宿主自己选择，如选择2，本次青铜宝箱奖励为神品法相碎片1块。傻子才选1，我选2。哼，奖品发放。强度和韧性大幅提高了，只是等阶没变。真实实力远超表面等级，这不就是给我装逼用的吗？萧恒青铜宝箱任务发布，连续神修3天，奖励金蛋孵化10%。果然，这个蛋能孵。区校那条尾龙怎么跟真正的真龙比？清玄能争，我一样也能争。业务的心要靠自己抢过来。主人辛苦了，喝口水。多谢。自从没了龙脊剑，我手中都没了合手的武器。要是我有一把宝剑，就能陪主人一起练习了。你把武器需求告诉我，我找炼器大师为你定做。多谢主人。只可惜我修为最低，擂台赛上若是遇到取笑……放心，接下来几天我都会和你神修，你提升修为的速度绝不会比他们。又争又强，果然有用。多谢主人，主人继续练习鞭法吧，我在旁边候着。这傻孩子，就算他不努力，为了任务，接下来3天我也得找他。算了，他高兴就行。这家伙怎么能说出这样差兮兮的话语？我勒个乖乖，这才1个晚上，萧恒哥哥就一个人偷偷进化了。这剑鞘，这几日你一直在锻造这把剑。当初业务逼我精炼材料时，我会偷偷报一些损毁。那些材料我大多自己藏了下来，正好今日替你复原了龙脊剑。我记得你报上的损毁率已经很低了，竟然还能藏下材料。怎么，我偷藏了材料欺骗了你？你现在是要打死我吗？主人，莫叶他并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们担心什么？当年的事原是我不对，莫叶也是凭本事节省的材料，那种情况下你还能藏下材料，你的成功率到底有多少？我的幽冥圣火与旁人不同，成功率可达到80%。80%？这莫叶是天生的炼器奇才啊！我这几个炉鼎怎么个个都是主角模板？现在你知道我的秘密了，是不是恨不得打死我？这样，莫叶你在炼器上的付出，我会给你算成绩效，在月底的考核上给你加成。不用，我是为了萧恒，和你无关。我有我的管理方法，这和你也无关。跟进来也没用，你的武器我不替你炼制。行，你乐意就好。这些都给你，材料精炼我只要5成，多出来的3成都是给你的报酬。3成都归我个人？他真的变了？另外，火明和萧何的武器属于团队提升，材料由我买单。不用，就看他这一手8成的精炼成功度。嚣张点就嚣张点吧，这个员工我要定了。恭喜宿主，鞭法从初级精通进一到高级精通，熟练度100%。终于烧满了。
这是裂空一式破空。成了。知道你刚滋润起来，一时收不住。不过这事12个时辰一次就够了，别太沉迷。娘，不是的，我最近是忙着练习鞭法，裂空鞭。好好好，娘知道。三宗擂台赛的事儿别有压力，输了也没人会说什么。玄阶秘技3式连悟，小五你这些年其实一直在暗中勤学苦练。没有啊，之前被灵爵耽误了，这1个月才开始好好练习的。我的女儿是举世难寻的鞭术天才啊！该死的灵爵，耽误了她这么多年。小五，这个月你累不累？不累，娘亲，这只是一个开始，以后我会越来越厉害。好好好。主人，主人。清玄也出关了，今日的考核人齐了。主人，你坐下慢慢说。闭关这么久，玄时时刻刻都在思念主人。主人，你呢？也想你了。晚上我有很多话想要跟主人说，主人想听吗？想听想听。主人宣布结果吧。可恶，这种天然的魅惑感还是学不来。月度考核跟资源挂钩，低于60分资源减少，高于60分资源有所增加，满分3倍资源。评分标准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你们的主人，也就是对我本人的好感度，这方面占据40分。首先，这次考核一共有2个人不及格。另一个是谁？只要不是我最后就行。感谢莫叶哥哥垫底。先从最低分开始公布，最低分是本次考核的最后一名就是胡九龄，恭喜你，倒数第一，一共40分。40分就40分，莫叶为什么比我高？接下来是莫叶，不公平，他为什么比我多？我突破到金丹中期，其他人被我压制的修为也随之突破到金丹中期。小胡啊，你呢？所以其他人最少15分，只有你10分。倒数第一，下一次我一定要当倒数第2。火明和清玄的分数是最高的2个人，我同时公布吧。评分了。最后，在技能贡献度方面，火明教导我鞭法得了10分，清玄一直闭关，暂时没有得分，所以最终火明90分，清玄80分。那么，第1次月末考核就结束了。好，自由活动。你还不快着点？你不说，我就替你说。主人，这是送给你的。这是我拜托莫叶用我那3枚心口鳞片和普通鳞片打造而成的鳞甲。你疯了！你拔了自己的鳞片！不在胸膛上，就在腿上拔的。别看了，没拔多少。你疯了！我10点都不到的好感度，有什么这笨蛋为我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？我希望这件鳞甲可以贴身保护主人。这种能头青掏出来的一颗真心，胜过所有魅惑。这一局输得不远。我会穿上的。以后不要做这种傻事了。擂台大比就在后日，
你受着伤，怎么发挥全部实力？没事的，一点小伤不影响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会心疼的。你跟我进来，我仔细看一看你的伤口。这鳞甲，我也想你亲自替我穿上。第9次了，清玄哥哥到底在炼制什么？他修为尽复，炼丹水平应该胜过当初，这恐怕不是技巧问题。主人，现在怎么办？等，火明和清玄的好感度都卡在49了，为什么？宿主，好感度达到50可开启白银宝箱，突破临界值需要特定刺激。清玄无法炼丹，是因为心魔。主人，我可能无法再炼丹了。我闭上眼，就是父母死不瞑目的脸。系统，清玄的心魔，是不是因为他对炼丹的追求，间接害死了自己的父母？清玄，看着我。我从不认识那个炼丹天才，我认识的，从一开始就是眼前的你。丹药先不炼了，擂台大比马上开始，跟我们看看热闹，散散心吧。是金龙剑尊，他出关了！啊，剑尊身后的人事取消。去报名，等赢下比赛，本尊亲自为你举行收徒大典。是，师傅。金龙，你已经也肯收弟子了。资质平庸的收再多也无用，取笑这般天才一个足矣。清霄，他那里收的都是歪瓜裂枣。欢欢，去吧，年轻人该历练历练。多谢师尊。诸位，停了火明，送100个上品灵石的灵觉丝债，苍冥剑宗大师兄的债，值得拥有。太好了！送我一个，送我一个！叶武，你就当真这么恨我？我来，我来，我要当领天的战主，我要当战主，我要当战主啊！火明，火教一族为战而生，不用管别的，尽兴打，只要赢就好。好啊！听从主人安排。三宗大比开始。你输了，10场全胜，这枪法居然只是个炉底，太可惜了！这种天才竟被叶无契约成了一条狗。我赢了，主人可以奖励我一个吻吗？
不必再挣扎了。有，我将永生永世追随你，誓死不休。火明好感度加1，突破50，白银宝箱可开启。奖励超凡悟性，宿主在气质道上将具备超凡悟性，寻常秘籍一看就会，一学就懂。好，好，看得漂亮，太精彩了！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我最喜欢看2个女人打架了。主人，加油！废物！小师妹，小师妹加油！小师妹加油！不能输！小师妹，不要输啊！不要输！就这点小手段，这难道就不行了？就你话多！大庭广众之下，居然还敢如此啊！本来还想多陪你玩一会儿，确实是好剑法，多谢林道友教我了。这杀了真是丢死人了！小师妹，你怎么就输了呢？真丢人！怎么样，看到本座的英姿了吗？好感度是不是该贡献一下了？圣者，叶武。师父。叶长老，你女儿不但偷学我剑宗不传之秘，还下这么重的手，是何居心？技不如人就别找借口，我女儿就是这种震落古今的绝世天才。你叶长老，你不是喜欢赌吗？我们就赌下一场曲啸和萧恒的胜负。赌什么？呵呵，若曲啸胜，我要你一缕金乌之火；若萧恒胜，这本苍龙逐日归你。真龙之法，常人无法修炼。不过小吴说过萧家血案之事，罢了。好，我应了。听说真正的龙脊剑已经化作药石，用尸剑身，这等稀世宝剑，竟就这么被毁去。萧恒，你这种废物根本不配握剑。你闭嘴！哼！看来你有些不服。没关系，我和我手中的新龙脊剑会打到你服。看见了吗？我才是真龙！你这种卑贱的炉鼎不配龙脊剑！哼！我真的不配吗？萧恒，认输吧。
叶武，你说让我将你当成是信仰的，我不能说。这一次，我不再祈求神佛。放轻松，我的信仰是你。萧恒的好感度破30了，嘿！宿主，倒计时开始了。萧恒，撑住！主人，不如认输吧。萧恒还没认输，战斗还没结束。废物，结束了。萧恒，拔剑！还敢反抗，找死！真龙之气，他怎么有真龙之气啊？萧恒的血脉明明还没有觉醒，他怎么会有真龙之力？萧恒，你身上现在有多少道伤口？120道。自己讨回来。曲萧，我萧家上上下下300口人，要让你偿命！120刀，你说，我要是在这里直接杀了你，会怎么样？不，我不能死在这里，动起来！我为什么动不了？胜者萧恒。萧恒？什么？萧师弟竟能赢得曲师兄？萧恒是谁啊？没听说过呀。原来你不是在开玩笑，爱你、信仰你，竟真的能获得规则。哼，叶武，萧恒根本没有赢的可能，他是如何胜的？你需要给出一个说法。曲晓，你自己说说，为什么突然不动了？我看见了萧氏的父母，心怀愧疚，这才没动。不能让他们走，不能让他们走。你们屈氏一族是愧疚还是恐惧？你们自己清楚。苍天在上，报应迟早会来。怎么回事啊？干了什么这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不要告诉我，这5个炉鼎都是什么男主吧？我要你说实话。他们的主角命格已经被人强行夺走，本来应该凄凄惨惨度过一生的。主人，我赢了。是，你赢了。一片魂灵，若有一天你遇到真心爱慕之人，娘！不好。现在这不是宿主你来了吗？有你在，就像拿钱的做招员嘛。祝他们夺回气运，重走主角路，绝对不是问题。哼，既然要逆天改命，那我就帮你们把失去的都夺回来。那么，就从女主开始吧。